係中山嘅東區啊，咁靚嘅小區環境咧，依家只需要40萬左右就可以輕鬆攞低一套3房嘅產品。咁咧上個月咧呢度咧直接咧就賣到咧100套啊！基本上咧一半咧都係香港朋友購買㗎。咁佢到底有咩魅力咧？一陣帶大家睇睇。哦，仲有啊，呢度咧9月份咧即將咧開通直接返香港嘅直通巴士，走睇房。呢度咧就500尺，居然咧買一層送一層，最多可以做4個房間，真係呢個實用率我就覺得同香港啲實用率真係差唔多噶啦。咁我哋香港朋友咧不嬲都中意實用率比較高噶啦，因為香港啲寸土寸金嘅地方咧，咁剛剛好咧呢個開發商都係香港嘅，就係嗰個玩具大王蔡志明啊！呢度咧都係佢開發嘅。嗱，入嚟咧1樓咧做咗一個房間，望出去咧望到花園嘅，非常之舒服啦啊！咁佢成個1樓出邊個客廳嘅位置咧，就做咗一個4米幾嘅一個鏤空嘅，咁睇起身咧，就個空間咧就會比較闊啲啦。咁佢雖然廚房唔係好大啊，但係我覺得都夠用啊，而且個鏤空嘅設計啊，通風採光都非常之好啦。咁呢度係一個 sofa， 同埋呢個樓梯下邊咧，其實有一個雜物房。如果係屋企有客人過嚟，其實做個房間都 OK 嘅，或者有啲請菲傭姐姐嘅，呢個位置俾菲傭住都夠大啦。嗱，1樓仲係有一個洗手間㗎，洗手間咧，我覺得都啱啱好夠用啦。如果一家3、4口過嚟呢邊度假啦，好低成本就可以攞低呢套屋啦，40萬左右嘅啫，買一層送一層，為低嗰個我哋國內嘅單價先係5000蚊一個方啫，5000蚊一個方啫，好平好平。你去嗰啲鎮區買都買唔到呢啲價啦，何況我哋呢度係市區啊 ，CBD 中心地鐵口啦。嗱，2樓咧都係2間房嚟㗎，咁1樓咧可以做2間，2樓可以做2間，左右咧各一間房嘅。咁呢度咧雖然唔係話3米嘅高度，但係咧就算你係2米嘅身高，企喺度都唔係覺得壓抑。其實呢個空間係 OK 㗎啊！你40嚟萬市中心買到一個實用面積1000尺嘅屋，真係非常之優惠啦！有屋就可以即時辦嗰個醫保卡，醫保卡咧可以住院啦、門診都可以報銷㗎啊！咁咧幫大家解決咗嗰個環境嘅問題、優惠嘅問題，仲要養老啊！你買咗屋即時可以辦醫保卡，住院門診都可以報銷㗎，同我哋大陸呢邊嘅居民咧係一個政策嚟嘅。而家真係大陸啲福利非常非常之好啊！咁啊，中山咧都歡迎各位香港朋友嘅到嚟，莎莎咧期待你嘅諮詢。